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也礼拜节目嘅前2集单元，继续来探讨父母奶矛盾。喺一摆阿奶抗强战延安所引起嘅风暴当中，除了对环境嘅影响以外，抗强土地取得係未合法，未係議論嘅其中一個重點。一個時間呢，要過8到40年前。 早喺民國62年，阿奶路已經去到花蓮新山鄉同秀林鄉太魯閣村人嘅山體保留地開墾嘅。佢當時鄉公所答阿奶同村人票地價下，並冇同意人講地票來愛做乜嘅用嘅。一直到怪樹四松山呢，大家聽到嘅炸藥幫山嘅上，讓地講老祖公留下來嘅土地本人也係的。本地也想講，願意20年都是得屯土地土到轉來嘅。 冇想到20年過後，原來唔單止土地所有權，連耕種權都冇係的。為到一屯傳統兩位土到進來，當地村人開始爭持久會，萬乃去澄清抗議。不過另一方面，阿奶嘅員工未硬派嘅，講愛保人人嘅工作權。現在阿奶也個工廠已經喺新山鄉40年嘞，做路已經係全國嘅員工以此來有歸入卡太細嘅所在嘅。 土地權同工作權相綁，直到當地也變啊，係唔服惱嘅。順天台九線來到花蓮新山鄉，我入到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前，聽說會經過蘆筍兩片石，攏係鳳凰木，像係橙色嘅綠樣嘅。 一冇注意就會冇看到，邊個睇素養度嘅亞洲父母奶廠，一個從花蓮安江嘅父母奶廠，就係部分嘅當地居民心肝頭嘅痛。我覺得蠻無奈的，就是說20年前政府站在說經濟發展好了，國防工業好了，好說一定要有水泥業，所以那時候規劃和平水泥專業區嘛，好讓水泥業全部集中東部。 可是20年前我們就在仿礦，就覺得礦區不應該進駐東部，因為花蓮要發展觀光。好，你一旦採礦，其實那個地方的生態環境一定受到衝擊嘛。唔過做睇產業駛到東部以前，阿奶40年前就已經申請票給花蓮縣富士韓國秀林村原住民的傳統兩位，係阿奶花蓮廠合法的體業礦。 雅尼1973年就來了，然後當時他們跟族人開了3個協調會，但是其實族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因為他們當時請我們在地是太魯閣族人，可是他們請來的翻譯是阿美族人。那實際上在開協調會的過程裡面，雅尼也只承諾了說，我們來這裡設廠，未來會提供給大家工作機會，然後會有一些我們會給你們補償，會給金錢補償，然後過了20年，土地會還給大家。他當初62年說明會是說，每個地主，只要是地主，有一個人可以到雅尼那邊工作，先試用3個月訓練，訓練完成以後。 3個月以後就要正式在雅尼工作，沒有啊，都是靠關係。啊，我也是個地主啊，我們這邊都是地主啊。所以你有在雅尼工作嗎？沒有啊。62年的時候，那個地質鄉公所雅尼這個一起開會，那地質們高興啊，他們過來的話2000塊錢他也高興。不是，他們過來的話有工作機會啊。 但是這個開會的時候，只給雅尼20年。他也沒有講要做什麼，他們也跟地主講。鄉公所同阿奶嘅董事應承講，我有錢有工作，唔過三毛講要幫產業礦，馬毛同太魯閣嘅村人講，票嘅20年過後，行愛再個約20年，最後為連其他土地所有權馬毛踢。地質的想法是。 只給雅尼20年，所以20年以後回來，但是20年以後開會的時候，鄉長講的已經你們是已經沒有權利的人，為什麼沒有權利？都是你們已經拋棄了，地質生氣啊！
他们甚至后来是伪造，然后去或者是诱拐当地的一些老人家去签了这样子一个耕作权的权利抛弃书。那但是所有他们这些一系出现的这100来份的权利抛弃书，其实笔迹完全一模一样，印章都是代刻的。我们甚至有1970年过世的族人，在1973年的时候还签了权利抛弃书。1997年，阿乃申请疫控战后，等到地主要将土地托古来的时节，才发现其他工作权早就本人脱手的，无就是刺痛的放弃的。同时，就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原住民假使放弃的工作权，就无得了其他土地所有权的其他权，土地就被永久的变作国家的。土地的承租权就被卡在地方政府的手头上。伪造的理由是这样子，这个是他们的资料，这个一家一家全部都访问。这个是什么访问？这个是你们，这个资料知道吗？还有你们写的吗？是全部一家一家全部都访问，一个人都不知道这个资料。还有这个字哈，什么人的字都是一个人写的，不是弟子写的，都是一个人写的。抛弃的没有权利啊，抛弃的话国有地的话乡公所压你企业，所以地址没有关系。看到盘盘的一本唔知哪来的放弃书，地主张地啊，劈出去的土地拖唔过来的。乡长就说：“啊，你们已经没有权利了，权利都抛弃。”嘿，还有这边是地址的真正的字，这边的这个是邓明真的爸爸，这个邓文郎，这个也是田文郎。包机室里面还是邓文郎。一个讲话口音听起来有一些怪怪的，是日本人，是第二代地主的妹的田村楚的老公。1995年，为了用片两公婆对日本归到花莲来定居，拄好就读到阿乃第2摆的展言，故时就同村人共下加入的反阿乃万爱土地的合同。他就来了解这个案子，他说我也有，我说很好，我说一起加入，他跟保住嘛。他们一来的时候，我就轻松多了，真的很轻松多了。对那个老人家在秀林的就说要拜托我们2个，就说麻烦你们去调查，拜托你们，帮忙一下。他们以前的老人家哈，我是日本人的，对不对？以前的老人家是很信用日本人。老人家安尼拜托，一天数就是20来年。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可怜啊，他们老人家这样子骗，对，所以帮忙他们。所以2年的时间哈，收集资料，收集每一天资料，还有一家一家全部都访问。这个访问的时候，这个写还有录音机，很多。DVD 跟一家一家访问全部啊。当初是老人家拜托你们，现在你们也老了没？也老。对呀，现在地址偏点哈，刚开始差不多100个人左右啊，现在还在是2个人而已，其他的都过世了。等得到土地搬过来，第2代的地主就落枪的，抢存到2、3天。心肝头又急又过瘾，在咧田村处去打马破片的，2摆变脑筋，2摆速度受不准。他很辛苦，真的。说着，我真的有一次想自杀，我说也太辛苦了，照顾我生病的时候，我说不要让他辛苦，我们先走就好，掉在上面。他一来就把我打醒。都醒过来，那时候是忧郁症吧？忧郁症的时候。会按手就是因为
就算发言人听讲，工作权受灭的内容有问题，从人的土地还是拿唔过来。很气耶，我这气得我脑充血。大姐，你最气的是什么？就是你人证有物证，你们政府还没有帮忙我，还要帮忙有钱人呢、那我没有钱呢、田村处拿出民国89年的相片，图坦的讲，假使做20年就将展延案动下来耶，山哪还是强悠悠的。他从上面挖嘛，这个上面就挖到地下这边呢。这些点点是什么意思啊？这些地号，这个地号，什么人的地号，什么人的什么人的都有。每个墙色的点，台北话就是一个地号，也就是讲一条土地拢是有人的。照矿业法第48条，矿业用地在使用过后，应该要恢复整理。唔过照宪法143条，土地上的矿产尚是属于国家的。矛盾的地方就是土地是人民的，你若大下矿尚是国家的，在142年过后，规个山呢没得了。汉白我拿嘛给万人咯。那你要恢复原状，你要怎么恢复？你要拿什么土地恢复？那个山那么高，你要怎么恢复？因为他们租约里面是这样子写啊。将来亚泥不做的话，就是要恢复原状嘛。我们就依据这个你们租约的关系，我们要求政府你要恢复原状，到时候怎么办？矿业改革，撤销亚泥；矿业改革，撤销亚泥。在部落的村人行上街路太上县反阿奶保护山哪，争取土地争议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在阿奶是条路的人嘛，动不慢的，徛定保障收入，创造多样的牌的，来保护工作权。那谁来保障我们的工作权？因为没有这个厂，大家都没办法生存。这个厂员工加包商总共加起来是将近1000人，1000多个家庭都没有生计的话，那以花莲这个地方真的是工作机会是不多的。那我们的工作权没有了，大家生计怎么办？还有这邻近的那个商店，一些如果真的没有亚泥的话，我想这些商店可能也都开不下去了。在房屋土地这一块，其实大家已经抗争了很多年。那其实这个要回溯到，其实很多资料都在乡公所那边。那乡公所它其实有责任去厘清这一块乡公所的就是土地的失误的问题。像我们的部分，像年轻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着重在民生的部分。在阿奶这条路是在12年的李总政讲，上一毕业土地争议就交本法律来处理，工作权才是新世纪的审法问题。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我自己母亲不良于行，那我每个月就要去负担她的外劳费。也是因为这份工作，所以在我造就我整个下一代小孩子的学成教育来讲，我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去培养我下一代。那我觉得这就是原住民现在很多原住民都要去省思一件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我们下一代，就是家庭教育观念的建立。那其实家庭观念的建立，无非是你有好的经济来源。你说这个厂没有了，少了1000多个工作机会，我们要去哪里找？花莲真的找不到。观光业现在观光也不行啊，服务业也做不下去了，很多那个观光业、饭店、餐厅也都关店了，真的是做不下去了啊。那如果这个稳定的工作再没有的话，我们要去哪里生存？难道都要是往外发展吗？都不要继续在花莲发展了吗？面对土地争议，韩国工作权的绑球，对3年前就开始接触到太鲁阁村人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归属问题的前面议的时讲，从来就冇讲为阿奶管厂。其实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反对采矿，但是我们要的是合理的采矿，不是一种无止境的采矿。好，那合理的采矿就包括了你相关的法定程序你要践行。我想在追求经济开发的同时啊，你相关的环境保护的程序，相关人权维护的东西都不应该被牺牲。它是可以有3赢，包括还有劳工的安全及劳动的条件。
查理斯讲，在天数原住民争取原住民保留地的官司当中，发现最大的问题点就是也係抗入法，提高標準入債。从这个案子最早期的案子出发，就是我们了解到，我们争取了2笔土地权状回来了，可是呢，我们发觉一件事情，有了权状，回不去土地，因为矿业法第47条就是可以容许业者啊，就是说今天来跟地主做协商，协商不成之后呢，他就可以来把一笔相当于租金的一个费用呢提存在法院，他就可以不顾地主意愿强制使用。这也就是导致我们的族人在自己的土地流离失所40多年的一个恶法。赶快把这土地拿回来，能够比照这次的凡是更做钱。那个水沟也没有做，你现在讲是指到这个牌子这个地方，民代表我们请求了好几次，都是敷衍这样子。我们的土地被挖走，我们的竹林被挖走，拿去做水泥，拿去卖掉。官司打按多年，2014年花莲县政府总算办理2宗土地權狀，本地土地地主用金向持押金，不過土地在限體亞內空場地度限體歸唔得，限體繼續控制呢田村處田民子日多年，乾定因來因無體的傳統兩位土炭講，某個時節將做得歸去不可喏。失去的老人家，我真的很遗憾，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地拿回来。